因为雾霾视线无好，引发重大的交通事故，和空气品质的污染再度被重视。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邀集市府环保、卫生甲交通等单位，共同探讨台南市的空气品质污染的预防甲防治，希望市府能够提出积极的作为，唔通只是插旗啊，示警而已。看到红旗，难道他们就不会跑出去校外，还是说那个教室外的一些操场还是空地活动吗？根本就是不可能嘛。所以这种的方式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真正的问题。那我们公部门是不是要提出更多的方式，让小朋友知道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？你们如果长期间在这个空气呼吸了之后，未来到代人会有什么样的状况？所以在这个部分，不是说你们单单的说告示，还是说举个旗，就让人家知道说今天的空气不好，但是实质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啦。台南市，我们台南市3年在年前的时候是空污最严重的，卫生局也罢，环保局，尤其是环保局，抱歉哈，环保局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，对不对？3年我们空污最严重，这我翕的啦，这咱的空气啦，有看到我无？这我翕的啦，最基本的阳光、水、空气、食物，咱即马是台南市政府到底是什么情形啊？对此，市府环保局回应，其实台南市的空气污染源境内大约占33%，其他拢是境外。目前除了有提前1礼拜有报空气的品质，未来嘛将甲教育局来合作，加强学校甲学生的预防防护。在空品不好的时候，其实市政府各单位都会有相关的作为，比如说，不管是公务局、水利局、经发局等等之类的，都必须要暂缓使用所谓的吹叶机，或者是一些工程的道路的刨土，因为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减少会造成空气污染的这些的行为。那农业局也会针对所谓的一些露天燃烧，那区公所跟民政局会尽量就是宣导大家纸钱能够集中烧，等于是各局处其实他们都有他们应该要应变的作为。另外，有关火力电厂，因为环保局并无稽查权，只有靠环保署的联合稽查。如果空气品质无好，环保署嘛要求做减排的动作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